前日昨晚，新北新店有消防警员咧救灾时不幸过恶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今仔日就去民警党部头前提出3大诉求，希望消防员会当列入去职安法，另外嘛要开放予因做工会。全面纳入职安法。基层的消防人员组成的民间团体，日一早起去民进党党部头前，各一届争取权益。主张灾害是复杂各多变化，都要把救灾甲救护的勤务分开，推动消防任务专业化。今天如果有一个医生啊，跑来跟你说，我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我都会看，你敢给他看吗？我想在座应该不会有人挂这样医生的号了。可是你却相信消防人员救灾很强，救护也很强，然后又会安检，可以把一整本的消防法规背下来，那也可能啊。我们站在这边不只要争取消防员组织工会，我们要的是公务员组织工会。可是，一谈到工会，就突然变成消防员罢工，会影响到你们的权益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唔但诉求勤务都要专职，嘛甲政府化工希望开放做消防的工会。嘛讲到公务人员即卖当做的特种工会，欠缺关键的协商甲仲裁的权利，尤其是新北市新店，了一日发生消防员为着要去救渡水的民众抓来殉职的事件了后，要求都要甲消防员纳入去职安法的保障。对于各种劳动权益的诉求，消防弟兄的一些主张，我们绝对都会正向以对。消防员组工会这件事情，还需要更长的社会共识，也需要更多的立法修法的对话。消防员敢有机会会当做工会？民进党回应讲，还阁需要更较侪社会共识、立法甲修法的对话。不过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诉求，拢会正向来看待、严肃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